中业金。拍摄袂记。好，好，现在资产的总业金1200诶万吼，无拍摄万，应该是万12万，12万吼，拍摄12万好，对十我看觅12,993.88，嘿，安尼吼，对，财团法人有20条的规则，理事有4名，就是陈义、葛希新、萧安基、瓜义书、陈清义做理事长，每年就组织理事会2摆，若有啥物紧急的事也通组织临时，等者临时会，安尼吼，临时会，嘿，理事长理事长一年一摆，就将逐项的情形报告官听。资产若有加添，也着啥物变更了解变更登记，也是来分开变更登记。变更应该登记应该是感觉，听，感觉应该爱连做伙吼，变更登记。嘿，对，好，若要啥物主婚，敢是结婚有迄个主婚龄迄个主婚？若要主婚，理事会就先议决，后来宾张惠准才会应得。也是看袂出张迄个辉准，主婚，嘿，准哦，宾张惠准才会应得。毋过也那要无确定即个主婚。主婚，毋知，主婚，嘿啊，敢会再查一个主婚？嘿啊，我看到即个书想到的代志，敢若迄个有人要结婚，迄个主婚。主婚，真正嘛嘿啊，确实安是尼，嘿啊。所以讲伊是讲即个理事会若要主婚，爱有迄个爱先得到应准的意思。应该是啦，主持婚礼安尼啦吼。是主持婚礼，是。我看觅佫有倒一个，主婚就先议决啊，议决的意思是啥物？议决，就先嗯议决议嗯，议，议，嗯，毋知好，拟定，来查一个。我感觉是拟定迄个。哦对对对，拟决，哇，议定找无哦，议决，议定，伫倒位查？议议好，议决议决，议决，议决，我找无即个数，也是你是第八条才对，议决，嘛毋是啊，议决，有议决，有第7条，迄个讲法，我毋知，是议决啊。感觉系啊，感觉所以讲有可能一只是太破吼，毋是第2条，应该是第7条才对。议这我都决，毋敢讲，系啊，毋敢，太错了。系啊，系啊，嘛毋知影。这是即个议决哦。议决，我嘿，们伫遮用是正是套是动的。较有讲会通，系啊，系啊，好，了解。议决你若好，了解。即个议哩吼。嗯。
我本来是想讲这字啦。哦，语，系啊，安尼讲嘛是会通啊，用即个字，语决，还是讲语因诶决定安尼，哦，我本来想讲是汉字是这字，就是系啊，亲像平拟定，平系啊，嗯困局判断吼，嗯，这啦判断嘿，来判断判断。划断，嘿，好，嗯，来，好来，好，这段你干嘛来读一遍？现在资产诶总押金129893.88，嗯财团法人有20条的规则，理事有4名，就是陈清义、葛希信，唔知肖嘿，安基、瓜义书、陈清义做理事长，每年着组织理事会2摆，若有紧急的事，也通组织临时会。理事长一年1摆，着将逐项的情形报告官听。资产若有加添，也着变更登记。若要处分，理事会着审议决，后来并中会准才会用的。好，继续吼，啊一段。当咱的教会有一个财团法人，通古堂管理所有的业产，了解，实在真稳当，大家通，大家通安心，毋免挂入，嗯跨入，啊看着吼，诶跨入，诶，了解，好，哦干嘛来读一遍？当咱的教会有即个财团法人，通固定管理所有的业产，实在真稳当。大家通安心，毋免跨入。好，继续吼。诶，一部分淡水中学校，伫北部久久有人咧兴无爱要建建地，毋知这是倒一个啥调？应该是建建地地啦，吼，啊，建地哦，变掉，变调好，建地一间中学校，若是经费无够，阁无人通专工担当即个代志，就延前一年过一年。是。嗯，好，你干嘛来读诶，一遍？我伫嗯伫即个教会吼，学这若是吼，就嗯，是 but 哦，however 是，嘿，那个是，嘿，用若是吼，好，好，伫北部淡水中学校，伫嗯北部久久有人伫心无爱要建立一间中学校，若嗯是若是经费无够。阁无人通专工担当即个代志，就延前一年，过一年，嗯，好，就是继续，迄当中，伫咧台南已经中型中学校已经成立嗯了。好，好，继续吼，一段。总是伫1914年，毋是1914新学校对淡水虾米了解淡水沙气带就议定要将
句校舍临时做临时做中学，这敢是应该是最中学啦。哎呀，所以讲应该毋是第7条，应该是第3条吼。做临时做中学，哎呀，刚刚用做中学，和做中学，教师会派该瑞良甲政府交涉。第3月9日1914，得到总督府的许可，备办4月初啊，4月初要开学。好，了解。这段你敢麦来读一遍？这是这个语段的拄则我语定的我拄则讲迄个年定嘿，是语定年定。好，总是，那想的怪怪。因为咱平常惯势的读法是读轻声，所以讲无轻声是总是伫1914年学校对淡水刷去台北，就议定要将旧校舍临时做中学，教师会派该瑞廉甲政府交涉。第3月9日1914年。得到总督府的许可，备办4月初要开学。继续吼。后一段啊，听见淡水要设中学，有40外个公学校的毕业生入禀，爱要来读。若是时间表，无机会通。时间表，若是时间表，无机会通试验，就对学生中接纳是啥物啊？了解接纳啊，了解。就对学生中接纳大生入禀迄25个，学费毋是学费，迄是宿舍，应该是第7条吼，宿舍啥物教授了，教授了，对，就是教师的宿舍安尼。好，教授了1年60箍元。大部分拢理解。我有一个问题吼，所以讲伊讲淡水要设中学，迄个有40外个公学校的毕业生要来读，迄个公学校是，迄个公学校敢就是今仔日差不多是小学。公学校就差不多等于小学，小学安尼。所以讲迄个小学也是小学的学生，应该拢是囡仔尔。所以讲因迄个时阵，伊敢是
因为拢是先教会的人，所以讲拢想要继续读册，安尼拢有知影，所以讲可能是教会的啦，我嘛毋知，但是我认为应该是教会的人较侪啦。哦，系啊，因为想讲，若是小学生迄个年纪，啊，小学毕业了，卒业了后，佫想要继续读中学，嘛是真有心的囡仔人，迄好好，无当阵，代志。若要读中学，我想看觅这是当时的代志，这是当时，我袂记得拄则年份是当时，一九一四， 1923年一哦，九一四，一一九四，一四哦，更较早，嗯，系啊，哦，遮早，佫是日本时代，嘿， 1914年，嘿啊，我无啥物概念。也是讲，系啊，也是但讲，是迄当阵嘿，中学，嗯，啥物公立的中学无，我无介清楚。我认为可能也袂啦吼，就是台湾迄当阵中学可能佫足少诶。啊，你若真正要读哦，中学，就是哦，伊就是，迄当阵嘿，应该有迄嗯，种嘿。书，哦，敢若师别了个范学校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哦，我以为所以讲，嘿，无介清楚诶，因啊，为嘿，迄当阵若要读小学毕业要读中学，可能嗯，可能啦，可能无啥嘿，物中学啦。哦，系啊，所以讲，因就感觉继续读册是较好诶头路，安尼，所以讲，家己就想要继续读册安尼。嘿，好，了解了解，嘿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嗯，我本来想要看迄个嘿，台湾教育嘿嘿，书吼，一直无哦，嘿哦哦，我一直嗯对这段，因为这段资料相对嗯足矫正的吼，其实读起来嗯嗯，好，歹势。哦，好，听见淡水要设中学，有40外个公学校的职业生入禀，爱要来读。若是时间表无机会通试验，就对学生中接纳大生入禀迄25个，学费迄是宿舍教授了，一年60块元。哦，歹势应该是教授了啦，吼，你才是哦，讲第七条才对，哦。收的钱就对啦，教授了，哦，教授，哦，了解了解了诶，解，学费的意思，学费啦，好，嘿啦，了解，教授了吼，了解，好，哦，教授了，哦，这个，好，这个我还记一个，教授了是学费的意思，嘿，嗯60块元，足贵的咧，嗯，我印象中，迄应该是一当阵年，哦足贵的，非常贵。我哦，查一下吼，所以讲这是一个足贵的学校，我觉得呢，这是最好的资料吼。好1914年是大正第54年，不，嗯毋是，大正1914大正第3年吼，还是嗯，好，哦，我要看的是迄当阵一个老师，一个老师的嗯薪水偌嗯，济啦吼。哦，咱就看这嗯大官吼，嗯，无写，风级嗯，遮悬5000块，哇，对，校长3000块，拄则迄是啥物意思啊？我看无，你看这
通信手这个月嗯10块以来20嗯块、12块，嗯要求遮济尔，互你嗯上好诶20块以内，嗯，你说迄几千块是啥物意思？我来看无，真正才1200块，一级哇， 1200块，到月是900块，啊，这嗯是年吼，一年，嘿，一年甲一个月安尼诶会差别哦。诶，啊，这是月吼，哦，诶，哼哼哼，对对对对，咱莫看这较特殊，咱嘛毋知迄当中这看，主要是看老师啦吼，知无？对啊，这拢这是官啦吼，公务人员啦吼。嗯，公务人嘿，员无少哦，遮37嗯箍、33箍有无？一个月遮济，嗯，啊，这是中央资格课吼，这事务官，嘿，这咱无啥物概念哦，咱找看后壁学校诶老师，嗯很伤紧，嗯，警察，头前拢是总督府诶职员吼，立级哦，这啥物意思？遮薪水遮悬，月级20几箍、30箍安尼，嗯这是一般公务人员啦吼，铁道部嘛。嗯，伫咧铁路咧上班，一个月20、30箍安尼啦。啊，伊哦，迄一年嘿，一年学费收60箍，就等于2个月薪水啊！你知？哦，呵呵呵，两个月薪水，哎啊，你若讲你薪水，介贵呢，嘿啊，哎啊，社毋过迄，工，我看一下老师嗯，薪水到底偌诶，济？若是安尼讲，若是讲起来，就是毋是以公学校诶标准来看，就是真贵，上介贵。啊，毋过若是对迄个私校，迄个私立诶学校来讲起来，嘛是感觉是差不多，就是私立诶学校拢是即款贵诶当阵价数吼。私人学校就是系啊，嗯迄当阵嘛，若要私立学校就是资嗯房啊，嗯，系啊。汉的话资房啊，系啊，说不定无一定去去当阵的树林学校、树林的厨房嘛是应该袂介贵啊。即个贵，应该袂吼，这哦边的老是哦，师啊吼，这边老师嗯奋斗教育吼，嗯学校长兼的啦吼，你看嗯老师薪水上悬27箍啦吼，嗯还无30箍就少的吼，这应该嘛是这是27啊37哦，嗯嗯诶，高等小学校这是日本人的学校吼，老师的薪水较悬一丝啊。顺祥小学校，顺祥小学校，这拢是日本学校嘛。嗯啊，你若看20几箍、10外箍，嗯菜鸟老师10外箍尔，嗯哼10外箍，这什么？这毋知什么区的这？区长啦吼，区长无啥偌济钱，雇员、警部、公学校校长兼的奋斗10外箍，你看。嗯加20几箍安尼尔，嗯就安尼看了三出头的啦吼，30几箍就安尼看着，啊，所以就是一个老师的平常时薪水差不多一个月20几箍，无到30箍安尼，啊，一年学费收人要两个月外个的薪水，迄个才嗯30几箍，其他拢20几嗯箍尔，甚至10嗯外箍，无这是区长啦，啊，迄当时嗯学校足少的，要找一个学校安尼找遮久找无。嗯，哦你看拢无中学校嘛？系啊，嘿，所以迄当嗯阵连中校其实都根本就无嘛。系啊，
嘿啊，有可能真罕的，嘿啊，嘿，看到嘿，即阮德北树基南，即个德北无学校，即树基南是其实一点嘛新竹市北部中林，嗯对吧？连阮德北都无学校了，嘿啊，无中学校啦吼，迄当阵无中学校，拄我拄仔讲诶，可能要读爱去毋知师范学校无，因啊叫做国语学校诶款。但是我即满我要安怎查有，我看觅啊，查询，境界查询，国语学校19，迄个吼1914国语，咱先看中学校有几间，嗯，都无反应。嘿，嘿，诶，嗯，还是我确实，嘿啊，嘿啊，可能即个放假较慢，哦，中学校吼，1914年台嘿，北有中学校，台北中学嘿，校，嗯速度就慢诶。嗯，嘿啊，哇，足侪资料，伊一个人就一条资料，所以就侪条。台北中学校，过来台中中学校，嗯台南中学校，台北、台南、台中安尼尔，嗯三间，嗯嗯台湾三间中学校，公立诶啦，吼。嗯嗯，哦，花莲港嘛有嘛，4间。哇，我是花莲港边咧，遮早就有一个中学校诶。嗯，好嘿啊，好好咧，哦， 321啊，无，所以我头前即个，安尼佫毋呐啦。我是到底安怎找较方便？找彰化、台南一中，好。所以迄当阵有嘛袂少啦吼，看起来是嘿啊，袂少，大都嗯市，大都嗯市可能有中学校。诶，所以要读中学其实嘛，但是拢日本人诶中学，毋是嗯日本人，我意思是，呃，台湾人要读，毋知有机会无？嗯，个十页，哇，300外页啊！为什么我头前迄内容300外页是偌济老师哦？新竹嘛有啊，新竹中学校，OK，哇，真早，嗯哼，好，过来我查一个啊，嗯国语学校，因为我少罕咧听人嗯早咧读中学校咧。嗯啊1914年，国语
学校，毋知是国语传习所还是国语学校，啥国语就好。哦，国语学校，嗯嗯，所以迄当阵嘛是国语学校吼，就是小学毕业若要读书，就是即寡管道啦吼，中学嗯校、国语学校安尼。嗯，嘿，国语学校好等于就是后来的师范学校啦，哦，好好，因为就是嗯要教国语，就是以后栽培先生以后要去学校教书就对了。嗯好，啊，迄个日本的迄个师范学校的教育吼，是全方面，就是迄老师原来会晓弹琴，会晓画图啥，会甲理啥，通通会晓就对。嘿，啊，所以嗯培养出来迄老师其实是真专业啊，嗯啊，会晓弹钢琴、弹风琴。好，OK，好，哇，好好请吼，大概对60块银啊，一年好，嘿，对了60块银啊。对了，嘿，是，嗯嘿，诶，嘿，这段，对了对了，嗯，好，啊，就继续吼，啊，这段，对，继续。好，好，教书就是校长该做念，教书安静静态龙，应该是第二条无，好，安对，静静态龙，安静先师娘，嗯，先师。先犀牛啦，这个所以讲，先对迄个诗应该是第一条吼，先先犀 SIN，啊，那个 应 NI 该有迄个鼻音嘛，鼻音，先犀牛，萧万基，李宗雄，吴吴伯叔娘，该先犀牛，甲尤桥，尤桥敢嘛是一个人名吼，尤桥，有条。好，好，你干嘛来读这边？教师就是校长该做念，教师安井正太郎，安井先犀牛，安静哦，你有哈？所以讲应该是第三条吼，安静，嗯，静，静安，静，第二条好，井上嗯，迄个井哈，好好，迄个井，安静正太郎，安静先犀牛，萧安嗯基，李宗李宗雄，嗯吴木师娘，该先犀牛，甲油桥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一对，段好，开学迄日4月4日1914，真好天。真好天。好，对，真好天。好，画一个，这个是第二条，伊的第二条哪会变做安尼？真好天，对，好，好，真好天，有侪人来，内中有总督府的服务服务科长，对，服务科长，呃，为本还价，为本还价，淡水机厅淡水机厅长以外，日本官日本官几若人，有请学务科长演讲，互大家听。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来读一遍。OK，所以这个是学务课啦，头前应该学是务科，嘿，头前学是学务课，务科，我咧想，我奇怪这是什么意思？嘿啊，
系啊，应该是学务课对，嘿。开学迄日4月4日，1914，真好天，有侪人来。内中有总督府的学务课长为本环结，淡水支厅长以外，日本官几若人，有请学务课长演讲互大家听。好，继续吼。后一段开学了，新学校的普通科1、2、3年20外人由原接线伫淡水读，有诶甲中学校的生徒三甲读到因诶年间满，读到因诶年间满，就去台北入升学。好，你干嘛来读一遍这段啊？开学了，新学校的普通科1、2、3年20外人由原接线伫淡水读，有诶甲中学校的生徒三甲读到因诶年间满，就去台北入升学。伊伫解说啥？我去看无解有。对啊。普通科的1、2、3年，科新学校的普通科到底是算中学的业，算中学的业吼。所以20外人由原接线伫淡水读，什么意思？敢是讲，我看觅。有诶，甲中学校。敢是讲中学校甲新学校，中学校甲新学校是无共诶学校，所以讲才会讲是新学校有去淡水诶中学校读册，伫中学校读了，我看觅，新学校甲中学校斗阵读册，读了再去再去新学校读册。可能是，不太清楚。系啊，看起来就 confusing 诶。好，咁啊继续读后一段。继续。起头迄2、3年，每年接纳25个新诶学生，总是然后有接纳较加有时50个。好。起头迄2、3年，每年接纳25个新的学生，总是，然后有接纳较加有时50个。好，继续好。好，头一回作业伫3月8，1919，共有9个，共有9个作业生，作业室甲淡水高等女学校联合，迄日新都的新都的复兴的复兴。原来是安尼。新都的复兴官员甲来宾，不止侪人，也有台北的高等官来演讲。好。来，头一回作业
头一回作业伫3月尾1919年，共有9个作业生，作业室甲淡水高等女学校联合。嗯，迄日成都的复兴官员甲来宾不止多来，嗯也有台北的高等官来演讲。继续吼。嘿，好，对说学校以来有侪侪生徒来信主，通讲作业生较侪拢有信道理。好来，对说学校以来有侪侪生徒来信主，通讲作业生较侪拢有信道理。第4月1921，该瑞良都去加拿大，敢是爱去加拿大？都去加拿大吼，都去，应该是倒转去的，嘿，倒去。倒转去，伊的声调应该是倒去。第三调，嘿第三调，啊，有迄个轻声倒转嘿去，倒去。对，应该是两个都是第三调才对啦，倒去，倒去对。倒去加拿大，罗罗肯玉刷接做校长，现在校长是廉瑞丽。本校近来有咧建筑新的什么体操场哦对，爱想一个才知影体操场是啥物。好，新体操场，先生也有加添几若人。伫1923，本校的名称过做，这应该是第二声吼。名称过做淡水中学。哦，好。到即嘛个伫诶嘛吼。系啊。第4月1922，该瑞廉倒去加拿大，罗肯业煞接做校长。现在校长是廉瑞丽。本校近来有伫建筑新的体操场，先生也有加添几若人。伫1923，本校的名称改做淡水中学。好，干嘛继续读？要是你要去接你的查某囝，系啊。今仔日就先读到遮，拄好你，你会使去接你的查某囝。记起吼，112页了吼。拄好一部分。好，安尼后礼拜再会吼。好，后礼拜继续读册。好，多谢啊，晚安。好，晚安。